大家好。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嘅制定係旨在為業主提供一個法律嘅綱領，讓大家可以根據條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便更加有效咁管理佢哋自己嘅大廈嘅。條例同時亦都就住法團嘅權力、職責同埋開會嘅程序制定咗條文，讓到業主可以有所依循，利便法團嘅日常運作。2024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喺2024年嘅7月12號刊登咗憲報，嚟緊喺2025年嘅7月13日就正式實施。今次嘅修訂條例主要嘅修訂內容係包括有採購、帳目及會議程序同埋刑事罪行嘅。採購就係關於施加有關建築物大型維修工程及大額採購嘅規定，包括訂明3種類別嘅採購，並引入咗新嘅規定。帳目及會議程序就住財務嘅報表啦、其他嘅會計文件同埋會議程序增加同埋調整咗規定嘅。刑事罪行就係將冇保存某些關於建築物管理文件，亦都訂定咗一啲刑事嘅罪行嘅。大廈管理其實係包括係透過條例啦、工作守則同埋行政指引係作為一個規範係方便業主係執行嘅。條例係一個法例嘅規定啦，業主係必須遵守嘅。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工作守則就係由主管當局根據條例第44(1)A 條發出，給予指導同埋指示。行政指引係作為最佳做法，建議相關嘅各方遵守。我哋今日主要係就住有關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嘅條文就作出簡介。新嘅條例規定底下3類高價值嘅採購就係分為第一類大額採購、第二類大額採購同埋大型維修工程採購。簡單啲講第一類嘅大額採購就係話，如果嗰個採購嘅價值係超過20萬，而唔超過參照款額嘅20%，加上呢一個嘅採購係唔屬於大型維修工程嘅採購咁呢個就叫第一類嘅大額採購啦。咁何謂參照款額陣間我哋會再講嘅。第二類大額採購就係參照款額係超過20% 嘅採購同埋唔屬於大型維修工程採購，亦都就會係歸類於第二類大額採購。新加嘅條款就係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呢一個定義就係話，如果個價值嘅採購係超過大廈單位總數乘以每一戶3萬蚊，而嗰個採購係涉及修理、更換、保養或者係改善大廈嘅任何公用部分，或者嗰個採購係唔包括大廈嘅清潔、保安、經理人提供嘅大廈管理服務。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個就係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啦。頭先講過啦，參照款額係一個新嘅資訊啦。咁佢係點樣計？同埋我哋亦都預備咗啲例子嘅。咁先講就係話，我哋會睇翻就係呢個參照款額係以3年做一個基數嘅。如果對上3個已經結束嘅財政年度裏邊你哋要睇翻自己嗰個大廈嘅費用裏邊有冇一筆係多於指明年度嘅開支款額。如果有嘅話所有該等開支嘅款額嘅平均數就係有關採購嘅參照款額啦。舉個例啦，假如有3筆數係一個指明年度嘅開支款額，咁我哋就會係用嗰3筆嘅指明年度款額除一個平均數得出嚟嗰就係參照款額。咁假如只係得2筆數嘅話就會用嗰2筆數嘅平均數就去計出呢一個嘅參照款額嘅。呢度有2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就係財務年度如果係由每年嘅1月1號至到12月31日作為計算假如管委會喺2025年9月20號藉管委會決議通過咗一個採購嘅決定，咁點樣去計呢個參照款額就係對上嗰3個已經結束嘅財政年度咁分別就係2022、2023同埋2024年。咁呢3年嘅開支如果分別係
120萬、126萬同埋132萬的話咧，得出嚟嘅平均數咧就會係126萬啦。咁呢一個採購嘅參照款額咧，我哋點樣去再去計算出嚟咧？就係話利用呢一個126萬呢個參照款額嘅2成，咁計出嚟就會係252000。假如有一個採購咧係要超過係會係價值係30萬嘅，咁即係話呢一個數咧係超過咗呢個參照款額嘅2成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會係符合頭先第2類大型採購嘅定義嘅。例子2咧就係話，如果3年裏邊原來2022年咧係冇一個開支嘅，只係2023同2024年咧有剛才講一個大額開支，金額分別係120萬同埋126萬的話咧，呢2年除出嚟嘅平均數咧就會係123萬啦。咁嗰個參照款額咧就係以123萬咧作為一個基數嘅。又或者係另一個情況啦，假如過往嗰3年結束嘅財務年度裏邊咧，只係得一筆嘅款項，又或者咧係從來冇做過任何開支，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佢點樣去揾呢個參照款額咧？咁就係以管理委員會或者係經理人佢哋去擬備喺啟動日期之前嘅對上一份嘅預算之下嘅建議年度開支款額咧，就作為呢一個款項嘅參照款額。咁亦都講講大型維修工程嘅採購啦。咁頭先睇我哋最右邊，你哋嘅熒光幕最右邊嗰欄嘅。咁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咧，就係會用大廈嘅單位數目，就再乘以3萬蚊作為一個計算嘅。咁舉一個例子啦，如果個大廈係有640個住宅單位，另外有46個私家車停車位同埋6個電單車停車位咧，咁大廈單位嘅計算咧就唔包括車房、停車場或者係汽車間嘅。咁所以當你計算呢個採購價值嘅時候咧，大廈單位嘅總數就以640做一個數值啦。咁嗰個採購如果係超過1920萬，係點計出嚟咧？就係每個單位3萬蚊乘以640個單位。假如呢個數得出嚟咧，而家所睇到就係1920萬啦。如果你有一個採購係超過呢一個數的話咧，而呢一個採購係就住修理、更換、保養或者係改善大廈嘅公用部分而採購，又呢一個採購又唔關乎清潔、保安、經理人提供嘅大廈管理服務的話咧，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個採購咧就係屬於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嘅定義啦。咁留意翻咧，新嘅規定之下咧，投標嘅規定啦，喺新例底下，即係修訂條例底下咧，指明嘅投標規定咧就係必須咧列明採購嘅性質，喺大廈嘅顯眼處展示招標成投嘅文本，不得接納喺入標期間之後提交嘅投標書，需要向特定數目嘅供應商發出招標成投。如果採購金額咧係超過20萬咧，就要向5名或者係以上嘅供應商發出啦。如果採購係超過1萬嘅咧，但又唔超過20萬咧，就要向3名或者以上供應商發出嘅。指明嘅申報規定咧，亦都係要留意嘅。呢一個亦都係新嘅安排啦，就係同已經交咗標書嘅金錢個人嘅利害關係咧，係需要作出申報啦。同已經交標書者如果係有關聯咧，亦都要作出申報嘅。咁第3項咧就係限於經理人或者係負責人，假如佢哋係同管委會、業委會嘅金錢個人往來有關聯咧，亦都要作出申報嘅。管委會經理人咧需要喺參與者、負責人、經理人作出申報當日之後嘅7日之內咧，喺大廈嘅顯眼處展示申報通知，保持展示至少連續7日。申報文件咧可以供指明人士查閲，包括例如係主管當局啦、業主或者係已登記成案人。咁針對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咧，亦都有額外嘅規定嘅。除咗頭先所講嘅申報利益之外咧，就住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咧，亦都要有一個咧，就係要遵守翻呢個無利益申報規定，包括係咧要同呢個交標書冇金錢個人利害關係，同已經交標書者咧係冇關聯。亦都限於經理人或者係管理人咧、負責人咧，就係與管委會、業委會冇金錢個人往來或者係關聯。除咗呢度之外咧，就係附表6C咧嘅特定會議程序咧，亦都係新加入嘅，就係包括親自投票門檻呢一點啦。會議通知咧係要以重要提示及
Important Reminder 作為標題，列明採購所需嘅估計基金撥款嘅款額，同埋估計每名業主需要分攤嘅款額。需要至少有5% 嘅業主，或者係100名業主，以較少者為準呢，係親自投票通過有關嘅決議。法人團體嘅業主呢，可以由佢授權嘅自然人代表出席法團業主大會親自投票，以視作法人團體嘅業主喺會議上親自投票。會議過程記錄需要清楚記錄親自投票同埋嘅總票數，同埋由代表投票嘅總票數。管委會同埋經理人呢，需要喺會議日期之後嘅28天內，向每名業主提供會議記錄嘅副本。申報者呢，如果係管委會嘅參與者呢，不得主持或者係以其他方式出席關乎採購嘅管委會會議。呢一點呢係可以藉決議豁免嘅。但即使豁免咗呢，不得投票，不得在表決時出席會議。呢一點係不可豁免嘅。亦都不得參與已提交嘅投標書嘅任何評核、商議或者係其他活動。呢一點都係不可豁免嘅。申報者如果為負責人、經理人嘅話呢，不得參與已提交嘅投標書嘅任何評核、商議或者係其他活動。呢一點呢係可以藉決議豁免嘅。咁呢度呢，就有一個參考嘅流程表。咁呢個係第一類大型採購啦。咁頭先都已經講咗，咁就係如果係20萬嘅採購嚇，而佢係唔超過呢個參考款額嗰個20% 嘅話咧，咁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就係可以啟動第一類大型採購嘅。咁進行採購同埋招標咧，就都係要遵守翻供應品、貨品及服務採購嘅工作守則啦，同埋係要以招標成投進行啦，亦都會遵守申報利益關係或者係關聯嘅規定嘅。咁訂立咗合約之後，要留意翻咧，就係合約訂立咗之後嘅6年裏邊咧，係要保存採購嘅文件，亦都要准許查閲採購嘅文件，同埋准許指明人士咧查閲申報嘅文件。第二類咧同第一類其實係相類同嘅。咁除咗第一點啟動嘅決定嘅模式咧，就係佢係嗰個參考款額嘅20% 超過咗。咁呢一點唔同之外咧，就大家可以留意翻就係第3項嗰度咧，就係紅色嘅，就係咧呢度會多咗一欄咧，就係要由法團嘅決議、業主決議去決定呢個採納呢個投標書。第4項訂立合約咧都多咗一欄嘅，就係假如業主係有一個決議咧係需要終止合約嘅話咧，除非係按法團嘅決議或者係業主決議，否則咧係不得更改或者係終止合約嘅。仲有一個流程表咧，就係第3類啦，就係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喺進行採購同埋招標要留意翻咧，就係呢一個咧係需要咧喺遵守大型維修工程嘅時候咧，就係要提埋呢個無利益、無利害關係或者係關聯嘅申報規定啦，喺第二點最下邊嗰度，同埋咧就係提供管委會業主討論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嘅會議過程嘅記錄副本。咁另外咧就係你哋都留意翻咧，就係第3項嗰度咧，就係法團業主大會同埋業主會議嗰度咧，呢度都頭先都提咗噶啦，就係要遵守大型維修工程一啲會議嘅程序，就包括咧係要有重要提示啊 ，important reminder 嗰個標題啦，亦都要列明咧會一名業主大約分攤嗰個費用啦，決議需要係達到呢個親自投票嘅門檻。係啦，亦都要嗰個會議記錄咧係清楚記錄翻咧分開投票、親自投票同埋係代表投票嗰個票數，以及咧係提供會議過程記錄副本咧。呢度係喺大型維修工程嘅採購咧係要注意嘅，係啦。咁供應品、貨品同埋採購服務守則咧，呢個就係我哋主管當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咧，根據條例第44(1)A 條發出啦。所有法團咧都係需要遵守嘅，不論大廈係咪有法團。採購嘅負責人呢，包括公契經理人啦，或者當時執行公契而管理該建築物嘅任何其他人，以及咧慣於或者係有責任按照經理人就有關採購嘅實質事宜而給予嘅指示或指令行事嘅人呢，都要遵守嘅。工作守則咧係有以下5方面咧係給予指導同埋指示：行為守則、擬備招標書、收集和開啟標書、考慮和決定是否接納標書同埋簽訂合約嘅。
程序核對清單咧係載列咗條例啦、工作守則同埋大廈管理嘅最佳做法嘅規定行政指引嚟嘅。如果未能夠遵守清單所載列嘅最佳做法咧，管委會嘅主席或者係經理人咧，應該喺清單上邊説明原因，以增加透明度同埋問責性，鼓勵管委會嘅主席同埋經理人咧採用呢個清單嘅。採購規定咧，亦都有一個過渡安排。咁根據條例第 44B 條咧，有關採購嘅新規定咧，不適用於咧正在進行嘅採購嘅。然而，如果喺寬限期屆滿時候咧，仍未就該項採購訂立合約，有關採購嘅規定咧將會適用。寬限期係幾耐咧？就係由修例條例生效起計3年。一個例子啦，就係採購嘅啟動日期咧，就係2025年嘅4月3號，咁即係早過2025年嘅7月13號啦。原有嘅未經修訂嘅條例咧嘅關於採購條文咧仍然適用嘅，但係如果呢一個採購未能夠喺寬限期，即係2028年7月12號或之前訂立合約嘅話咧，咁2025年4月3號剛才講嗰個啟動決定就要視作不曾作出啦。咁有關嘅採購咧就要跟新嘅規定咧喺2028年7月13號起適用於咧上述嗰個採購啦。呢啲咧就係就住我哋大廈管理呢啲參考資料係啦，咁你大家咧都可以咧係瀏覽我哋民政事務總署大廈管理網站咧係獲取到最新嘅資訊嘅。係，我今日嘅介紹係咁多，多謝。